后来乡亲啊，台南的盐水因暗要来放蜂仔炮，疫情的关系缩小着规模。这个新桥敢若出巡无要料警，民众嘛袂当来勒这个蜂仔炮，是改做伫个15个点定点来放60座的这个炮声。盐水国中的运动场是集中的放炮区，4座的主炮声装载着200万支的蜂仔炮，因暗9点要来放。这个入场是采总量管制，只有1000人会当入场，无法度入去，会当透过直播来观赏，同款嘛会当感受到100万支的蜂仔炮做伙咧放的迄种震撼的画面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